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市的大港社区。当年为着要来对付着天狗热，都来推动家家户户拢来种芳草，每也将做社区的特色。今年疫情的期间，社区有一个对西餐真专门的少年志工，利用这个社区所种的芳草，来研发着各种的芳草餐甲素食的料理，讲袂输乎大饭店哦。 天狗热，互台南市大港社区发展出香草运动。除了每一户种香草来赶网啊，嘛申请成立社区营造点。今年因为疫情，社区内无法度做任何活动，当期学西餐的黄成儒就利用社区种的香草来做香草餐和素食料理。我加入蛮多的这个西式的、法式的这些手法进去，然后让阿姨他们呢，每次来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去做学习。 社区志工黄成儒讲，香草餐的食材含料理有摩斯木啊、香草风味的慕斯、香草薰衣草鸡肉料理，互社区内欧巴桑妈妈学到真侪煮食功夫。那我会大致跟他们讲解，就是说这一次我们做的是手法不一样，那有哪些东西？那等一下我们是步骤是哪些？ 大港社区讲，会有这香草餐的想法，主要是大港村的产品每一年拢会送予社区的家收集户和弱势囡仔。伫咧休寒休热的时间，囡仔的餐点无人咧甲因传，所以经过思考开发，就是希望互社区内囡仔会当食好饱、食健康。